準備攞呢盒嘢過隔離開啦，試玩第一次。每輪呢有3個行動可以揀，第一個呢就係用元素卡啦，咁佢左邊呢就係 requirement，然後右邊就係 effects 啦。第二就係棄手牌3張，然後去換神廟。第三就係你嘅地上面有風騎士嘅位啦，咁如果佢全部都係 occupy 嘅話，就可以起村莊啦。然後做完 action 之後就要補牌到5張手牌。玩家版圖上面有2個 requirement，完成就有額外嘅加卡 bonus。當有人起咗5個村莊就會結束。然後就會開始計分啦。呢個係玩家嘅 set up。譬如到我嘅行動輪嘅時候，我就可以棄咗我3張牌啦，跟住呢就可以換一座神廟喺我本身個起始嗰笪地嗰度，或者是用元素卡。譬如我有2張火就可以打呢張出去，咁我就可以起地同埋去移動風騎士啦。咁我就可以喺出邊嘅 tiles 入邊去揀究竟邊一塊可以符合到我嘅目標。左邊個標記就係唔使擺污染物啦，右邊就係 teleport。遊戲玩到後期呢，咁我就有3張任務卡啦，滿足到我嘅版圖能力，所以我就會有額外嘅 bonus 卡啦。咁嗰張 bonus 呢，就可以令到我每次買地嘅時候呢，就可以俾少2個水滴嘅費用。咁我嘅任務就係呢，有一個直排呢嘅板塊唔可以係一樣嘅顏色啦，所有飛機要被 cover， 同埋最尾個橫排有3個地塊。有人觸發咗結束條件就計分啦。好啦，今次真係 set 啱啦，無論明唔明都睇溫一次先。第一步起咗個神廟，第二步因為左右都有綠色，就用咗4個水滴去起一笪地。之後因為冇水啦，就要重新去攞翻啲水翻嚟。因為起地要去咗污染物，所以就起神廟。咁我先可以再出牌，然後起咗多笪地。之後出牌去喐個風騎士同攞水，然後打出張牌可以清除污染物同埋起地，然後再補水貨之後買地，跟住再喺第一排第3格起多笪地。有2彎冇拍到，之後起咗神廟，跟住 cover 埋第一行嘅第4格。起完神廟滿足第2個版圖要求，起第2個村莊去攞多1張任務卡。之前出咗牌去走污染物，而家可以起地，然後再起多1笪地去砌晒9塊版圖。之後傳送門再加步數，令到我可以再起多個村莊去攞任務卡，繼續移動風騎去爭取更加多嘅村莊。起第4個村莊決定去走污染物，之後再出牌再去走多個污染物，起埋第5個村莊去走埋最後一個污染物，亦都係第一個完成5個村莊嘅人。如果全部拉滿係可以攞到90分。我嘅評價係呢，成功咁拉滿，只不過各有各做，交流會少啲。